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3次登记会3号下午召开第1次的听诉委员会，由立副议长、听诉委员会副召集人林志典来主持，市府由立副市长叶铁山、带领秘书长加民政局长来议会。会中确定会期将对4月19到6月27。除了4月22有本市非法废弃物堆置场址处置的专案报告。另外，定数委员蔡耀辉针对太阳能的发展，嘛希望市府会用做专案报告。台南市发电占全国的1/3，可是问题很多了哈。我们希望，经过程序委员各位委员的支持哈，我们建发局来报告一下，太阳能发电的成效交缺失的专案报告第4月23啦。我没有意见啊，我也觉得。就是如果经发局相关资料要来报告，这个我觉得，议会应该是蛮有意愿去了解的。增加这个太阳能的成效交缺失嘛，专案报告嘛，吼。我们这个太阳能发电成效及缺失专案报告。对，都大概就是安尼嘛，吼。除了确定议事日程的草案，另外针对各部门的业务报告，现场嘛有委员提出前后的顺序。是毋是应该爱来轮调，甚至要求议会嘛爱做业务的报告？对此，听诉委员会副召集人林志典伫咧寻求各委员的意见以后，将透过政党协商才来做决定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